林振昇議員。多謝主席。咁因為人力事務委員會咧，其實每年都會有一兩個議程就討論職業安全，不過呢個小組咧就更加聚焦去討論，都係好事嚟嘅。咁A 嗰度咧，其實就都已經講得好全面㗎啦，就話要檢視晒所有相關嘅法例。不過我自己覺得咧，除咗法例之外咧，就嗰個工作守則都好緊要嘅。因為每次有呢啲工業意外嘅時候咧，其實勞工處嗰個反應都好快嘅，會修改一啲工作守則。不過有一啲守則咧，就都10幾20年冇檢視，係咪可以一併即係討論下係咪要檢視埋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嗰個僱員補償條例嗰個法定嘅職業病附表裏邊嘅職業病咧，咁就似乎都20年咧就冇新加到一啲嘅職業病落去嘅。咁隨住呢個社會嘅變化、環境嘅變化，係咪有一啲新嘅職業病都可以列入去附表咧？咁呢個都希望可以有機會去討論啦。就兩個補充啫。多謝主席。